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语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拄则收到上新的社会消息。这是新竹发生一件情杀案，一个住伫台中34岁查甫和新竹一个45岁查某，两个人伫乱来伫咧行，两个人稍早新竹16暗时伫咧新竹一间摩天路约会，结果这个查甫发觉查某的手机内底消息，叫别人是头的，叫别人安那打，一个气性落地，准啊地死对方，再去到桃园等尸体。死者查某囝迄暗发觉老母无倒转去，赶紧报警察。警察落尾随去查，上尾伫咧云林抓到这个嫌疑犯，18半暝已经找到被害者的尸体。专案依照杀人罪依法上班。小弟若是有现场来上新的画面，卖继续搁再为大家插播。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同款嘛是11点上新伫咧台南，这是有一间药局传讲喙暗的货真有够量，佫会当一届供应几落10万的喙暗。详细情形，连续记者林婉莹来采咱了解。婉莹。好，主播画面中可以看到，消保官一大早就前往药局来做稽查，因为日前有消息传出，这里和口罩工厂关系良好，所以拥有充足的货源，并且一次能提供数十万到近100万个医疗口罩。而客人听闻后，也从四面八方找上门，但听到不实的指控，业者也十分生气，赶紧跳出来澄清。你要订没关系，订。然后，但是不知道哪时候来，政府解禁，当然大家要有。那如果你们想要买，你就进去买啊。如果疫情没有，那么戴什么口罩？是不是需要人戴就好了啊？这间位在台南的药局听到被指控有充足的口罩货源，他赶紧拿出手机，表示是客人日前向他做预购，最快也要到4月底以后。但目前药局是都配合政府的政策，并没有额外牟利。店家不断的否认私卖口罩和哄抬物价一事。县长，我们现在也有只看到他就是这个健保中央发放的这个口罩啊，还没有查到实际上有囤积的这个状况。但至于是否有像外界所说，药局有囤货口罩，并且大量贩售，消保官也积极追查中。以上是为您掌握到的最新资讯，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多谢婉莹，同款嘛是和喙癌有关系议题，这是桃园中家病院因为中国武汉肺炎规定民众出入病院拢爱挂喙癌，结果昨昏发现有民众无爱挂，伫咧现场和警察543伫咧加话。详细情形，连续记者王志雄来带咱了解。志雄。好的，主播观众，为了因应武汉肺炎，桃园长庚医院已经明确的来规定，民众进出医院都必须强制的来佩戴口罩。不过昨天呢，却有一名男子来到医院没有戴口罩，引来院方的保全来好心提醒，男子还屡劝不听，就是不愿意配合戴口罩，只好请来警方来处理。来看一下现场的经过。叫警察来，叫警察来。对，这种感觉你要注意377号，请到9号柜台办理，谢谢。好的，可以看到警方都到场了，要男子戴口罩，却引发了口角。男子当众呢跟警方来咆哮，整个过程全被民众给拍了下来。而且这名不愿意戴口罩的男子还不断的重复说，已经打了1922的防疫专线，询问后是没有强制要戴口罩的规定。可是院方就已经明确规定，进出医院戴口罩是强制的动作。男子不愿意配合，还在医院大呼小叫，引起一旁民众的注意。现在影片被放上网路，不少民众都认为这名不戴口罩的男子行为脱序，觉得进医院戴口罩是保护自己，也是对别人的尊重。那么以上是现场的最新情况。多谢进行，同款嘛是上新的消息来关心。台湾为着中国武汉肺炎头一个死亡的病例，是一个61岁白牌仔计程车运将。有人伫咧人面册，也有通讯软体乌白传消息，讲死者厝内人就住伫咧中华园林湾营病院附近，也有伫咧第一市啊开干妈店，已经为着肺炎这个消息引起在地民众大家拢足紧张。落尾经过县政府卫生局，也有民政处进一步追查，发觉讲这个消息拢是假的。湾林区市长尤金雄嘛赶紧出面来回馈。有关今日吼伫咱园林，伫咱的 FB 甲咱的 Line 的内底伫咧流传，讲咱这回武汉疫情，伫咱中华咱寿团病有一个亡者吼，讲伊有一个阿姐住伫咱园林延荣医院附近吼，嘛伫咱第一市场伫咧做生意这件事件，完全拢总无事实吼。伫遮呼吁咱所有园林市民，莫造成恐慌，嘛莫伫咱的 FB 甲 Line 伫咧四界伫咧传，安尼会触发伫遮呼吁咱园林市民。昨伫咱的各学校，包括咱第一市场做消毒，这个动作吼，
是因为咱每年咱的清洁队拢伫开学进前，拢会甲学校做一个消毒的动作。啊，因为咱第一市场有较侪人，所以咱嘛伫第一市场来做消毒。这甲咱这回的疫情完全拢总无关系哦。而且啊，呼吁咱华人市民啊，而且嘛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好，咱拄则听到的是万林市市长上新的说明。同款插播拄则收到上新的消息，新北市新店精神病院发生失火意外，现场是咧6楼，也阁有7楼楼梯间、心经内科库房规个倒起来。病院方面，即卖已经赶紧发动编组，嘛疏开民众，也阁有病人。小弟若是现场来，上新的画面，嘛会继续搁再为大家插播。继续来关心日本泉州公主号游船的旅客，为今仔日早起时9点半起开放旅客会当落船。不离个护生劳动大臣家庭信信这几天亲身说明疫情开记者会，结果有网友目睭真金，发觉讲家庭伫咧镜头前扫袂点，无挂喙罨，实在是足无卫生。麻烦老公也变做一个防疫的空棚。日本高薪劳动大臣家庭信信，这几日一直咧开记者会，伫咧面对大批媒体不时扫甲呛鼻水，煞无滴喙罨。日本的民众真烦恼，家庭变做是日本防疫上大卡的缺口。家庭上电视节目宣导政府防疫办法，一时啊求骗，一时啊来扫甲清拿后，但伊敢若用手来捂喙，伫这个遮尔敏感的时阵，互民众看了是足紧张的。ごめんなさい。これいけないですね。咳エチケットなんでね、すいませんね。家庭感觉心虚，扫了后，随向媒体来回息咧，讲家己做上唔好的示范。有民众烦恼家庭敢会嘛点着武汉的肺炎，呼吁伊赶紧去做检查。19日から下船がスタートして、20日。21日ぐらいの幅の中でですね、下船をしていただくことは想定しながらやってますけれども。泉州公主号族群感染予日本当局是一个头2粒大，目前已经针对全体人员来做检疫，经有2500个人完成检验，乘客上紧19号、上班21号就会当落船啊。不过江浜境有人确诊的乘客，就算检疫是阴性的，同款爱搁伫咧船顶隔离14天，啊早一步撤侨转去美国的乘客无好过。They have sent over a dozen emails assuring us that there would not be an additional quarantine. And they just told us that we'd be re-quarantined for 14 more days. 美籍的乘客讲无想要搁再隔离啊，另外各国开始包机来撤侨。南韩18号派出总统专机将5名公民接转去，香港19号派出2台飞轮机将350名香港人甲5名澳门人接转去。澳大利亚嘛派包机接200多个人转去。这些乘客回国以后，拢爱搁来隔离14天。各国政府保护国民的同时，嘛对着防疫更加谨慎。记者综合报道。在咱台湾武汉肺炎疫情引起了中部一个民众不幸无命，餐厅生意拢加减去影响到。像讲台中有一间出名卖鹅仔肉的餐厅，为新历2月起，讲打电话要来取消，也有延期的岛，已经算的超过2000岛。业者即马想尽办法要来推出防疫汤，嘛要提供外送的服务，希望业绩会当搁较好。敢要叫无成价，业者就讲爱搁看细面。另外，高雄汉来饭店20层楼悬，拢总535间。房间2月初大放率敢若剩3成尔，业者先甲其中10层楼放咧营，集中来摆房间，嘛希望会当较省人力的开销。用大火将高丽菜丁控出来，结果加入巴西香菇、烧滚滚的鸡汤，互人看咧嘴烂强要流出来。面对武汉肺炎，餐厅杀出6出防疫的汤，要互民众来强化免疫力。其实菇类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多糖体。那蛋白质跟多糖体都是身体免疫力自然生成合成的一个关键。是我们有做外送服务哦。唔那杀出防疫的汤，业者嘛增加外送的服务。受到疫情的影响，餐厅业绩一直落。以这间鸭肉餐厅为例，对春节甲今嘛订到取消将近2000岛。取消的部分大约是差不多3成，那当然3成的话，差不多就500-600桌嘛。那其他的部分都是延期。2000岛不是小数目，业者杀出外送来找出路，但是疫情若是一直继续，都考虑会来调整员工的休假。若继续延续下去的话，对整个业绩来讲，是真的是冲击很大。调整休假的部分，其实
我们也是会考虑。另外一间倒菜的餐厅业者同款是叫苦连天，甲去年同期相比，人客减7成，业绩大减5成。业者杀出4个人的套餐，佮提供外送的服务来加减增加收入。来店减少了5成左右啊，但是因为我们做了这个防疫套餐或者是外带的一个餐点，大概增加了大概3成左右的一个收入。受影响的还有金店甲玉园酒店、饭店的人客减少20%，同款来杀外送甲早走的服务，要来抢救订单。另外，伫咧高雄汉来饭店，业者杀出便当的服务，还有2个人甲4个人的合菜，希望会当加减来救一寡业绩。现在说没掉，真的是不可能的事情哈。对我们来说，受到比较大的影响的还是春酒这一块。啊，那伫咧大门的部分，汉来饭店有20层楼，535间房间，2月初大房大来减少，目前大房差不多3成，业者先来关10层楼，集中房间节省开销，是不是要放无薪假？业者会优先，互员工将累积的休假先来用掉，尽量莫去影响到员工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真严重，即马无论是各国民众，大家拢烧钱要来买喙罨。像讲伫台湾，就有嘉义大同技术学院时尚造型设计系老师，主动招学生囡仔，大家做伙来车双层的布喙罨，内底会当煎医疗用的喙罨，外口沿会当洗。按算讲会使做1000块，要提供予学生还有老师、社区的民众，嘛用的免费来讨，要替防疫来尽一份心力。8点就到了，对呀。马车一直立，双手真溜咧咧整理布料，要赶伫咧3天以内完成1000个布的喙罨。武汉肺炎的疫情一直升温，喙罨下当讲是真歹买到。嘉义大同技术学院时尚造型设计系老师，烦恼开学以后下无喙罨通用，主动招学生甲老师做伙来制作双层的布喙罨，要来免费提供予学校的人使用。因为我们时尚系本身有这个技术。还有设备跟资源，那于是就发起制作这个口罩套的活动。布的喙罨是时尚造型设计系教师亲身来拍板设计，就亲像是喙罨的外套，中会当放医疗用的喙罨，外层会当清洗甲替换，会当延长医疗用的喙罨的使用。DIY 布喙罨的消息一日出来，真侪学生拢自愿来加入，利用做衫的喙布，老师佮家己出钱来买部分的布料，每一个人每工会当来做50片宽薄的布的喙罨。以上3天会当做1000片的喙罨，除了提供予学校内底的人使用，嘛要来免费送200片予社区的民众。谢谢。时尚系制作的那个口罩套，就是能帮助大家尽一份微薄的心意。防疫大作战，专门小抢喙罨，即马有热心的人，佮有举着拐仔老师甲国口的小朋友嘛，动手 DIY 来去做布的喙罨，要为防疫来尽一份心。技术学院时尚造型设计系1000个口罩送给你。记者综合报道。社会消息来关心，互人抢，结果这个被害者牵拖讲，互人挖到中国武汉肺炎，结果歹徒跳落到地走干那飞。高雄坚定这间分两档，明仔晚3点钟，一个歹徒举刀啊入来化工要抢劫，结果查某店员一个调急，讲伊捌互人挖到中国武汉肺炎，歹徒听一个行甲面仔绿色倒退俱乐部，摕柜台现金14000块就做伊走，落尾坐船走去到小琉球，将其尾赶快互警察找到。警察顺线来到小琉球的民宿，弄门要抓人，想袂到嫌犯无走嘛无抵抗，伫咧内底困。起来，我高雄市前镇分局，啥物代志找你知无？知啊。知影家己走袂去啊，就乖乖啊承认犯案。这个超20岁查甫人，18号半暝啊，举刀啊去抢高雄坚定的一间槟榔摊。毋过听到店员讲，伊得到武汉肺炎，惊甲钱摕咧就走去。大概14000。哦，啊伊摕啥？开3刀。有啊，伊就安尼刀啊，甲我挨我的身躯啊。然后我就很怕，他跟我说：“你放心，你几家高彩，我袂甲你安怎。”槟榔摊查某员工讲话也阁会错，迄当阵嫌犯拿一支40公分长的刀啊，走入去店内，甲刀拄伫伊的腹肚，叫伊甲钱交出来。查某店员惊甲软骹，为着保命，就乖乖啊，互嫌犯抢走柜台内底14000外块的现金。落尾伊小可确认证了后，就讲家己有得到武汉肺炎。嫌犯听到当场惊甲退几落步。他现在说我是武汉肺炎，有退一步。他要我去厕所，也别摇家，就跪他了。我就说不要这样，也帮我手啊。理性的犯险的话，将他的作案的赃车停在火车站的附近，朋友相约要到小琉球去深游深潜，
那这个部分的话，供词的部分，我们警方还是会做个后续的查证。犯案了后，查甫人为高雄坐火车，才去坐船走去屏东的小琉球畅水味。警方调看200-300支监视器，伫一天内就掌握到嫌犯的行踪，尾啊，甲人抓起来。记者综合报道。在起时的消息来关心，昨下晡2点钟，有人伫咧大东市公民国小拍篮球，无意中看到查甫便所涂骹，哪有高粱酒、酒干仔、喙玻璃，还佫有手机啊。其中一间便所门无开，结果无人应，为门旁看到一支卡，校赶紧报警察。消防人员赶来到现场，拢入去内底，看到这个查甫坐伫咧马桶，规身躯臭嘎嘎，拢全臭酒味。落尾手甲摇一个精神，伊讲伊无代志，警察佫陪伊坐计程车倒转去厝内。经据了解，这查甫早2罐高粱酒，还佫有6罐米露，3家暝半，走入去校内底，拼死命伫啉烧酒。另外一个上新的现场来关心，为了要强化咱的反毒能力，宪兵指挥部特别成立一个掠毒狗的编组。即马伫咧树林宪兵队已经有3只掠毒狗训练考试，伫咧今仔日正式对外来公开训练的结果。现场上新的情形，连线记者林新杰来带咱了解。新杰。好，主播和各位观众带您来关心，为了贯彻政府的反毒工作，宪兵指挥部所属的士林宪兵队，在今年1月1号的时候是举行了缉毒犬的编组，在今天呢也对外公布拍摄他们的训练成果，带您来关心。来临，侦测成功。缉毒犬于寝室抽屉、内务柜或夹层等地方搜索，有别于人员搜索时需耗时耗力，且容易忽略夹层与暗层内的包裹之毒品。我们在带狗狗去找玩具，对我们来说是工作，但对于狗狗来说，它是找玩具。在玩的时候，一定要尽全力跟它玩。那因为其实，在领犬这边，我也是突破了自己，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那狗狗真的你要很用心、用尽全力了，很开心，让他知道说找玩具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可以看到这些缉毒犬呢，是在领犬员的带领之下，是迅速在这些复杂的环境当中，准确并且快速的找到毒品，表现真的是非常的专业哦。而这些领犬员呢，也会透过玩耍的方式来给缉毒犬他们一些奖励。而其实呢，在目前士林宪兵队目前总共是有3只缉毒犬，而国防部的目标呢，是在111年年底的时候，希望可以全国可以达到总共有18只缉毒犬的数量，来强化我国的反毒能量。以上最新，先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多谢新杰，同款嘛是上新的画面来看到歹徒歪互警察查，佮塞车弄警察。桃园警察暗时发觉一只车，伊的车牌和车身无符合，赶紧打进前要来调查。无想到这个塞车的人唔但歪配合，佮随塞车要赶紧让。画面会当看到塞黑色轿车的人唔但唔配合临检，颠倒吹油门要赶紧转。警察随塞车了后壁入，塞车的人佮在沿路弄警察车，上尾警察无报啊，对着恁啊拢总扣6,000，顺势抓到这个嫌疑犯。伫车内嘛超到食毒的家私，也佮有海洛因的毒品。一寡人休困日来到屏东雾台乡，无意中观光发觉讲车路涂骹哪有铁钉啊？有人上济一届捡到29支，逐支长度算的拢有10公分长。警察即卖已经开始咧调查，嘛较接派人来到现场巡逻。假使若是查到有人乌白咧遮野铁钉啊，就会依法上班。屏东县雾台乡的樱花季和游客客这个七彩岩壁，常常拢请真侪游客来遮看，安尼嘛来带动当地这个观光发展。不过，即马所有民众伫个路发现到手链入一枚铁钉啊，甲算看拢总有29支，逐支拢是尖利的，伊的长度有10公分。因为这个钉啊，竟然拢甲压伫个雾台乡的路的顶悬。真的是有很多人来，真的很多人，所以那个真的有点危险。如果有钉子的话。这年啊含的情形已经不是第一摆来发生，对去年开始，有真侪车友都刷咧伫个面册社团抛出讲，车链常常去互铁钉啊插破去的经验。佮表示讲，这条路对这个24.5公里到管经台这站，会使讲是规路拢有人咧压铁钉啊。希望底下过的这个车友都爱较张持咧。就很缺德啊，就会担心啊，就是难免还是注意一下。我们在近期之内有加派警力。我们也会针对这个问题，会增设运动型的那个摄影机搜证。
警方嘛已经来调查，佮有派人来巡逻。假使讲若是有查到有人遮尔啊夭寿、遮错误，超工伫个路也铁钉啊，都会用公共危险罪甲移送法办。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南投上高翕相的超速翕相机，就伫个仁爱乡清境带14架线，因为路安尼弯来弯去，路阁真矮，不闪时发生事故。交通队定限速30km。警察统计讲，108年开超过1万张的罚单，嘛替咱的国库入少1200多万，会当讲是规个县翕相介济钱的翕相机。比过去几落档的冠军，也就是带14线富光国小头前这台超速翕相机搁较高级。警察强调讲，唔是贪财，是希望大家拢会当注重安全问题。去清境的路的车一台刷一台，出门佚佗实在真欢喜。不过，若是一个无细腻、无注意到速度，互测速的相机翕到红单，就会夹去恁兜。这台测速的相机就伫南投县清境农场带14架的路的，海拔有1750公尺，是全台湾上悬的。因为山路弯来弯去，路搁细条，定定发生车祸，所以交通队就规定，才敢若会当驶30公里。根据南投警方108年的统计，违规超速的案件上济，就伫咧仁爱乡带14架线7.95公里的所在，海拔有1750公尺，是全台湾上悬的。一年时间违规的案件有1万外件，为国库赚超过1200多万。第二个是埔里镇带21线49.9公里的所在，拢总有7891张罚单。县内过去罚单上济，草屯带14线富光国校头前，去年嘛有7090张罚单排第3。开这样不行啦，太慢了啊！那个国道下来根本来不及刹车吧？大条，所以车速大家都还蛮快的啊，我是觉得蛮危险的啦。对啊，所以那一支的话，就是大家降速的话也比较安全。呼吁我们的用路人的话，最主要的话就是在防治交通事故，在做适度管理，所以大家行车要慢一点，来维护你的安全。警方讲，说测速的相机不是想要抢钱，是想要保护驾驶的安全，希望驾驶拢会当遵守交通规则。记者综合报道。插播下早上新的政治消息，中国武汉肺炎影响到咱台湾各产业。行政院即马当咧拼，即礼拜是议会会当通过纾困振兴特别条例，嘛公布细节。立法院各党团嘛提出无共款的版本，要来关心这是台湾民众党党团下早公布因草案的内容。我们针对这一次的疫情提出了我们自己的版本就是2019新型冠状病毒防疫跟基层纾困条例。那在名称上面呢，我们跟国民党或者是我想政院版的会不一样主要就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顾基层，然后顾弱势，也顾比较相对于这个中小企业的产业等等所以我们提出来的名称不一样。好，那第二个呢，我们这一次在条文里面一共有13条那主要有6个面向跟大家做个报告。第一个是大家在1月份的时候知道，政府用这个紧急命令的方式呢，采取了这个防疫照顾假。那这个假呢，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认为它能够入法，有个法源是最好的，能够让劳资双方有所依循，也能够让真的想要请这个防疫照顾假的家庭呢，可以请也敢请所以我们把防疫照顾假入法。同时，我们也让防疫照顾假可以有请领生活津贴的计算方式。第二个是现在很多的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者，他是被这个疫情中心要求呢，他必须要隔离。所以呢，在这个部分，我们也认为在现有的传染病防治法方面呢，也没有入法，所以我们让居家检疫跟隔离可以入法，那他们也可以请领所谓的补偿的部分第三个呢，是现在也有很多的劳工朋友跟我们讲，他被迫必须要到中国再去出差，或者是必须要回去就职工作等等。那基于在这个疫情已经公布，中国的几个地方呢都属于1级、2级流行区，根本就不应该去，所以我们认为劳工的退避权也应该要入法。第四个呢，是有关这个受冲击产业部分。很多都是中小型的这个商家，或者是很多的这个消费者呢，他可能都还是需要一些用刺激消费的方式来进行纾困或者是振兴的角度跟面向，所以这个呢，我们也提出来了抵用券的部分。那最后是有关一些中小企业的这个纾困里面，包括在这个本金或利息啦，或者是贷款等等的方面。那最后一个是我们侧重的，就是希望说一个这个特别条例提出来，特别预算通过之后，行政院还是要很负责
来面对国会的监督、国会的这个要求，所以我们会定出这个有关的监督机制啊，就是3个月之内要提报告，6个月之内呢要到立院来做备询。那把他们对于产业的评估状况，以及纾困的效益，以及是否让有需求的人真的能够拿到这个政府在特别预算或特别条例里面的照顾，这大概是我们民众党团呢提出来的这个基层纾困条例的相关内容。这个纾困的条例，我们提出来是每人发1000元，那这1000元就我们的民众党的主张是怎么来的？大概就是依照105年到108年的税季剩余的总和的范围内，大概就1100亿这样的一个范围，我们提出这样子。那这个就是有监督到我们的监护到我们的财政纪律跟整个的一个财政的一个规划，这个大概是我们目前想要提出来的这个部分。继续来关心行政院院长苏贞昌下早啊来到立法院，昨昏是拜访到在野党的党团，讲到拜示行政院要通过纾困特别条例。不离个其中时代力量立法委员陈椒华，规个过程唔呐挂喙罨，佮送喙罨给苏贞昌，呼吁针对到健康的人免挂喙罨，这个定义标准都要讲好清楚。落尾苏贞昌嘛回应讲，相关的政治头人、公众人物唔通歹鬼带头。详细情形连续记者陈怡勇来采来了解。怡勇。好，主播用带你关注一下呢，武汉肺炎疫情持续的延烧，而在昨天的时候呢，行政院长苏贞昌其实他特别就到了立法院这边来拜会立法院长游锡堃，还有其他的部会党团。那此外呢，其实在接见时代力量的党团的时候呢，其实唯一就有时代力量的立委陈椒华呢是全程的戴着口罩，那也是呢早上的时候呢唯一全程戴口罩来见苏贞昌的人。而此外呢，他也在会中呢，其实是送给了苏贞昌来口罩，那他是呼吁了，希望呢政府针对于健康的人不用戴口罩这个议题呢，能够多多解释，并且呢也要这个检讨一下。那此外呢，其实苏贞昌呢是当场的时候是有回应了他认为呢现在呢是希望所有的人有需要的人呢都买得到口罩，那也认为呢政治人物不应该做错误的示范。那今天呢，其实陈椒华也有了最新回应，带你来听听看他怎么说。我教授微生物学30年的经验，这些 DNA 的定序，还有 DNA 核酸的检测，我在30年前就做过，所以我是这方面的很熟悉的专业人士。那针对政府的口罩，或者是在无症状病毒带源者这边的防疫，我是借由昨天的跟院长见面的机会，希望表达，就像最后一里有一些漏洞，防疫可能的漏洞，就是在多人的会议、近距离的会议，或者是在车厢、任何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个人的汽车，大家非常近距离的接触，或者是在电梯，尽量大家都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在没有症状的肺炎病毒带源者可能存在之下，做好防疫，这样子应该就可以对可能的社区的感染会降低。好，可以听到的，其实陈椒华是认为呢，他自己有过去的专业的经验，那认为呢，其实现在有许多的是无症状的感染者，因此我是呼吁呢，大家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因此都要戴起口罩。那也认为呢，行政院长苏贞昌他是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那也因此呢，在开会的时候都应该要戴起口罩。以上目前现场最新情形，现场时间交还棚内主播。多谢议员，再来关心，这是宜兰壮围乡的这个稻仔田，最近团工捕鱼仔了后，一寡鱼仔拢冷去，稻仔田看起来小可黄黄，有的鱼仔是为根一直到叶仔，规拢死去。做田人即马怀疑讲，可能是因为准沟的水无够用，改用宜兰的河来种田，煞去用到咸水，规个土拢盐化。50外架的田，过6月冬可能拢会乌有去。水利会讲会增加抽水机，要来提悬水圳的水量，或这个损失会当降到上低。
同款嘛是做餐人真辛苦，因为寒流落南，屏东拜二透早上低温敢若11.3度，种果子的人就赶紧来果子园小来寻餐一下。都有一寡莲雾过拢冻伤，看到因的心火变做二等火，大家面仔拢油嘎嘎。屏东的莲雾即嘛差不多会当采收8成，一个透烧风，一个搁拄到寒流来，种莲雾的人嘛烦恼讲会影响到因收成的品质。农民去寻果子园愈看愈怨叹，因为本来应该爱生个真水的莲雾，即马表面刷出现冻伤的分子。它会出现这个寒害的一个斑点，整个卖相就会受影响。看到家己用心种出来的莲雾变甲遮尔歹，卖嘛卖无偌济钱，互农民足烦恼的。寒流来的时候，它的那个幼果它会裂开，这个都属于畸形的，那当然它变成就会刺极品。这是屏东，因为寒流的关系，昨透早上低温敢若11.3度，春日大汉山顶更加是敢若有2.4度。因为莲雾袂冻的寒，真侪果子园拢出现农损的灾情，唔那莲雾冻伤，含果子树的叶啊嘛反黄，导致整个落叶寒害落叶落叶之后，我们的果实跟叶子的比例会不一样。2波下来今年的莲雾的果实会较往年的果型会比较小一些。虽讲目前已经有要8成的莲雾拢提早慢落来啊，不过农民嘛烦恼，这波的寒流会影响到果子的大细粒，未来恐惊嘛影响到绩效。记者综合报道。做事人食苦当做食补，寒天蚵仔产量本地就较少，较细粒的二级货颠倒绩效花较真悬，即嘛一斤花较超过120块。你咧家己当少，就有一寡人唔惊东北季风，你咧海底烤蚵仔，逐工平均册都爱做事做10外点钟，大家加减趁较袂使。卡车驶入来，满满的蚵仔壳倒落去，这拢是较细粒的刺激品，叫做蚵仔底，集中伫咧蚵仔壳的回收场，准备要做这件代志。烫蚵仔的好手早就准备好啊，骹手马册开始咧找老高的蚵仔。随着寒天，蚵仔的产量减少，蚵仔底翻新对每一台斤80块到100块，起价120块到140块之间。真侪渔村的民众看好时机，找着领空来趁外路啊。即嘛寒天就寒啊要死啊，热天就热啊晒啊要死啊，辛苦。就天亮就来啊，这看这辛苦。80几岁阿嬷嘛来过来做10点钟就会当趁上1000块。要扛着蚵仔，就爱赌运气，嘛有人趁着天气较烧热，来捡2-3点钟，加减趁一寡，为家己来加菜。记者综合报道。平平嘛是爱参礼甘水过冬，这是嘉义县阿里山乡文化部落悠游巴士推广阿里山造作真出名。这阵啊，因为这个观光产业拢算当着，团工可能要收起来。落尾董事长赶紧出来背话，讲到虽望中国游客减真济，疫情算当着，游客较受较减。不过即马就靠甲观光减薪水的方式，希望会当来这个参礼甘水过冬。台顶原住民族的少年仔穿传统的衫，真骨力的表演，不过大卡煞无啥人咧看。游客变少，文化部落的员工口草啊，整理环境。嘉义阿里山乡的悠游巴士做作文化部落，本来因为中国游客变少，业绩第一间落甲出无啥成，武汉肺炎一个逼出来，互生意变甲更加凄惨。这时候没客人了，就大家一起都在拔草，就这样子。收入减真济，员工的薪水路径报税也是同款爱出，实在互人强要袂动的，嘛有人传讲悠游巴士有可能会收掉。虽望董事长讲袂，不过嘛承认压力真大。一个月将近要200多万的一个薪水支付，突然的客人瞬间的不见了，对我来讲真的是个压力。南园区内底人变少，附近的着落社区嘛同款受到影响。甚至我们现在礼拜1到礼拜5这段时间几乎都没有营业我们只接预约的团队因为实在是受到很大的影响。真夯的景点变甲真稀微，业者喙齿紧加咧，敢若会当暂时先减员工的薪水，希望会当挡过这段时间。记者综合报道。
同款嘛是硬脚筋来度小月，这是花莲上海洋船这阵啊生理同款稀烈咧，看起来足稀微。因为最近是上海洋船的小月，也有疫情升长的关系，新正年甲打拢无出船，互员工敢来当领底薪来度3顿。有一寡船员因为钱无法度抽成抽科米赏，无钱通赚，趁着这段时间来保养船只，嘛希望疫情一个过了后，就用个赶紧出海。另外，北北日咧东部为了要来拼观光，台东的业者推出消费券，有大暝餐厅在内，拢总46间店，拢会当来抵消费，毋茫讲市面就会当赶紧好起来。海面的海岸亮起来，互游客欢喜甲真痛着。哇，在我们1号船跟3号船啊旁边、前面啊都有啊。甲看船顶的游客坐甲甜，这是较早花莲坐船看海岸真请影的情形。不过才无几个月尔，就已经成做即马即落款的。码头顶悬拢是即落无出海的看海岸船。伫咧寒天生理本来就较热，即马佫加上武汉肺炎的疫情，自过年到今会使讲是完全无出船。这次影响蛮大的。游客无来，船员趁这个时阵来摒扫，嘛会人规工过上船甲顺看咧，来甲保养一寡装备。不过无人来看海岸，就无生理，员工用的生活真歹过。要若安尼，业者是要安怎来对付咧？从过年到现在几乎是陷入停航的状态了那么员工有他们的生活需要，那公司呢大概都是以花底薪。这个时间没有办法，那就大家。就是一起共体时间啦。从过年到今，拢差不多是这个领底薪、田里甘水过冬好时机。这个观光业受到霜冻的，唔那花莲，台东业者为着要自救，嘛联手来杀出消费券。你只要从台东县观光协会下载，或者是说从 Facebook 或 Line 上面下载。台东消费券有46间的业者咧配合，包含餐饮、租车这拢会当适用。一天内嘛无限你用几遍，上悬会当用500块。若是讲无用数的，佫会当甲列积起来，也就是讲一天内上悬会当拄上1000块。这个我们希望能提升5到10%。业者来杀消费券，希望会当有效，要来挽回东台湾这个热气冷清的观光市场。记者综合报道。5号世界大代志，再来关心，这是巴西里约热内卢出名风景所在，叫做维芳岩，海拔高度844公尺，位顶面会当看过规海沙堡，也有看到里约市区真水的景致。这几年嘛变做亲像市的拍卡风景所在。不过有一寡游客来到这，无咧想安全问题，望天凊凊，无查讲天地几斤重，万不利若是一个无斟酌，可能就要去土酒卖鸭卵。More, come on！坐伫个岩壁边，看到脚尾拢扭起来，双手搁伫遐越来越去，敢若亲像拢毋惊连落去共款。对遮甲看去，空蓝色的大海，还佫有里约市区，规个拢看甲真清楚。不过这段惊险的画面，互网友一直咧讲，安尼做实在太危险咧。This is the Rio Ipanema Beach, the famous statue of Christ. 这是巴西里约热内卢出名的自然景点芳村礁，海拔有844公尺高。若是爬到岩礁顶悬，就当来看到规座的这个里约市，嘛来真做热门的拍卡景点。不过游客煞定定为着要翕水相片，无顾家己安全，坐伫个岩壁边咧取景，甚至做出这个红衫穿一半的危险动作。The cliff isn't actually a cliff at all. In truth, the rock is about 2 meters above the ground. Even if you fall, nothing serious will happen. 伫咧芳村礁的附近，还有这座岩礁。若是讲角度超会好势，就当来制作出这个亲像吊咧岩壁的错觉，互人看到是安尼心惊大吓。其实啊，伊离土骹干那2公尺尔。最近伫咧社群网站嘛，安尼真红。民众若要翕水相片嘛，爱张持家己安全，唔通目睭看咧过，脚去打着火。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后，上新的连线消息继续要来关心，这是日本的公主号头一批500游客已经会当落船，伫咧怀滨港的港边接受检查。休困一个有上新的日本连线消息。我们看这个。没有，我就要问你哦，咱母啊外口是不是有照点？到底在干嘛？谁的阿嬷？等一下，你可以带我去车站吗？花卉最常在这个婚纱店发文，我猜这应该是他上班的地点。我一定是唱几个所在，为这一顶藏宝图。每周六晚间10点，花甲男孩转大人。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
大家问千万字，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摆一日。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日咱生活中嘛常常讲会到，这日就是带到有带领引导意思，像咱讲带头。另外这日带嘛有照顾、养育、幼稚的意思，像讲伊囡仔拢是家己带。另外还有一个较特别的意思，就是细汉囡仔或者是查某囡仔，互人拐去，咱嘛会讲是互人偷带去。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带路就是带路，第二个词引带嘛有带头带领的意思。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夹做伙。譬如讲，因某雄雄要生啊，叫救护车已经袂赴，伊赶紧驶车送因某去病院。半路拄到警察，拜托警察倒引带，伫咧头前来带路，速度会当搁较紧。今仔日小解这一日带提供予大家查补。继续要来关心，咱拄才收到上新的消息，这是泉州公主号，今嘛累计拢总有542例确定为到中国武汉肺炎的病例，其中按算有500个人会当落船。现主时伫咧海滨港边当日咧检查，嘛有一寡官员来到现场关心。现场上新的情形，咱就要赶紧联系咱日本特派记者孙胜峰来带咱了解。胜峰，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钻石公主号所停留的横滨大黑码头。一早这边就聚集了大批的媒体记者，船上大概今天第一天会有500位乘客下船。代表处副代表跟谢长廷今天早上一早就赶到这边来，慰问我们在船上的乘客。蔡副代表进入码头候船室，跟国籍的乘客见面，说明政府处理这一次钻石公主号的情形，希望乘客们能够谅解合作。驻日代表处今天把可以下船离开的国籍旅客先送到安排好的住宿饭店。21位国籍乘客和工作人员今天并没有办法自行下船离开，因为钻石公主号已经被列为新冠状肺炎感染区，必须接受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所规定的船上国际乘客跟工作人员返国必须按照安排统一的搭乘包机。经过14天的隔离，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如期的回家。虽然说今天的班机取消了，但是21号的班机已经确定下午5点钟左右会抵达东京。经过2个小时的登机之后，就会回到台北去了。台北记者薛正芳在日本横滨报道。继续来关心，唔那是爱防武汉肺炎，我特别注意流感。疾管署上新公布资料，台湾顶礼拜新增加36件流感引起动镜头的案例，其中有15个人不幸死亡。爱特别注意的就是上少年的死者是一个今年30岁的查某囡仔，伊无慢性病镜头，1月顶半个月开始发烧，脚手无力，无随互医生看，2天后雄雄就那昏去，无喘气。急救的时到叶克膜，上尾因为脑欠酸素器官歹去，引起到肺炎，也有心肌炎，送病医迄一天就不幸无命。今年流感引起动镜头，算到17这一天已经有950例，其中90个人不幸无命。患者差不多拢是无注意放射。活8成的人有慢性病，嘛提醒大家讲开流感疫苗，较罔住，较无代志。民众伫医生馆等叫好，寒流发威，流感病毒同款袂当无注意。根据疾管署的统计，国内疫情虽然有较压落来，不过也是伫流行期。今仔顶礼拜就36个新的流感引起动静的病例，其中10个人死亡。最年轻是30岁，那最年长是87岁。这15例呢都没有接种本季的流感疫苗。那其中15例里面有14例是本身是有慢性的疾病。从这个发病到死亡的这个住院的这个期间平均大概是5天。互人注意的是，顶礼拜流感死亡的个案，上少年的是一个干30岁查某人，伊无慢性病，这月初先出现发烧、人神神、规身躯无力的镜头。迄当阵无随去看医生，2天了后，雄雄伫爬起来时阵昏去，唔知影人嘛无咧喘气，落尾到叶克膜急救，尾也因为脑部欠酸素、器官歹去，引起肺炎甲心肌炎，送去病院的迄天就过身了。感染流感之后并发这些重症的一个征兆啊，可能包括就是意识不清、痰液变浓，或者血痰啊、胸痛这些情形。那如果感染这个流感之后一定要是特别注意说有没有发生这些重症的这些征兆。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这季流感引起动静到17号已经有950个例啊，其中90个人死亡，患者大部分拢无去注疫苗，8成的人有慢性病，提起有符合会当注公费疫苗的人，就要赶紧去注，才会当互家己较袂去患着流感。记者综合报道。
因为中国武汉肺炎的关系，大家较袂去病院，若民众因为无去病院，嘛无人来关会，规台湾的库存量拢无够。特别是花莲地区卫生10年了后，货库存量一直无够标准7天的量，敢若剩4天尔。即马上届欠的就是U型的货。花莲主治病院顶礼拜5库存量大底，为了要鼓励大家做伙来关会，咱嘛看到医生甲护士先来带头。名确认了后，手比起来，准备要关会做爱心，唔过斟酌甲看来排队的人，全部拢是病院的工作人员。捐血是很快乐的事情，鼓励民众要定期来捐血。当你在开刀房里面看到那一袋血可以救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真的是非常非常有价值。原来因为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民众变甲较无爱来关会，互全台湾的货库特别无够用啊。普通安全的货库存是7天，一天需要的量超是150袋250cc 的货。不过为春节过了后，花莲货库的库存就一直拢无够7天，目前敢若剩4天，其中U型的货上欠。值此寒冬之际，花莲地区正闹血荒。医院响应捐血活动。花莲主治病院顶礼拜5U型的货，更加是强要大底，为着补充货库，病院专工找关会车过来，请病院内底的人来关会。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大家拢走来关会。全国都有这个相关，大家在防疫，可呼吁我们院内的同仁，还有我们的师兄师姐，所有的大德都能够来响应这一波的捐血。其他的病院U型的货暂时拢也阁有够，天气冷时疫情阁遮尔严重，医疗人员敢若会当家己徛出来，希望民众看到麦当做伙来关会。记者综合报道。休分一个广告了，手路菜来看到人咧讲老的老布丁，台中这间餐厅内底请13个员工，平均测年纪62岁，其中上届资深上济岁是70岁。没有，我就要朋友。咱母啊，外口是不是有道理？到底在干嘛？谁的阿嬷？等一下，你可以带我去车站吗？花卉最常在这个婚纱店发文，我猜这应该是他上班的地点。我一定来唱几所在，为这几顶藏宝图。每周六晚间10点，花甲男孩转大人。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我应该没有找错地方才对吧？啊，你就是今天要来的新人啊！我是阿发。这就是要研发的新药。阿兹海默症有一大堆资料分析，但却没有办法找到解答。阿发，我时常觉得，制药也许要的是一个结果，但制药的人有时却能在过程中找到更珍贵的东西。你找到了吗？喜欢的话就应该告白啊！所以你遇到喜欢的男生都会主动表白。如果对方很迟钝的话，迟钝？好浪漫哦！他们2个人，秋天我也想环岛。我睡觉的时候没关掉的。手路菜来看到人咧讲老的老布丁，台中这间餐厅平均请13个员工的年纪是62岁，上届济岁上届资深70岁。这阵人讲阿嬷因用行动来证明，食较老嘛学较老。人讲食一回学一过，人老是另外一段人生过程的开始。伫咧这间食堂内底，这阵阿公阿嬷因用行动来证明，人生70才拄啊开始尔。我觉得人的心境是很重要，因为每一天你只要过得快乐，人生就是过得快乐，过得精彩，你的一辈子就会非常的开心。我要做我自己生命中的主人，啊，也希望能够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哎，所以对老来讲，我就有更多的经验。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
早起9点，食堂开进前先甲工课甲穿好势。这是郭碧如咧负责的，伊伫咧细底乌帮顶悬点图来写字，逐工拢有一道煮叫菜，要甲这道厝内菜的开口分享给大家。我们是非常多元的，好，因为做出来就是妈妈的味道。比如说，你看对面是台湾体育大学啊，然后还有自来水公司，还有一中，还有中科大，我们都温暖他们的胃，你知道吗？你看我们这些千岁团一天可以做出100-200个便当哦，有没有很厉害？糖醋腰内肉、炒青菜，还佫有日本两煎，这个家常料理一个芳酱岛，会使讲是比山珍海味更较有滋味。伫咧换灶的是这个62岁的如国伟，伫咧灶骹内底，大家拢喊伊一声老大的。老大，迄个便当吼是42个，2个数的，40分2数，好。对化水会坚冻的商场，到食堂的刀子，这个叫嚣的转换，伊嘛是拢真自在。一工徛4-5点钟久，徛到骹酸肿骹冻，嘛拢无咧化忝。还好啦，因为我以前当兵的时候还站更久，所以站这一点时间，大概我还可以应付。来做料理，这回观念级的实习生，因安尼翻头骨力过来做，人生真正是永远拢袂伤慢。若是欢喜做，甘愿受，逐工拢是新的开始。记者综合报道。有人看这个。没有，我喜欢问你哦，咱母啊外口是不是有道理？到底在干嘛？谁的阿嬷？等一下，你可以带我去车站吗？花卉最常在这个婚纱店发文，我猜这应该是他上班的地点。我一定来唱几个所在，为这一顶藏宝图。每周六晚间10点，花甲男孩转大人。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我应该没有找错地方才对吧？啊，你就是今天要来的新人啊！我是阿巴。这就是要研发的新药。阿兹海默症有一大堆资料分析，但却没有办法找到解答。阿巴，我时常觉得，制药也许要的是一个结果，但制药的人有时却能在过程中找到更珍贵的东西。你找到了吗？喜欢的话就应该告白啊！所以你遇到喜欢的男生都会主动表白。如果对方很迟钝的话，迟钝？好浪漫哦！他们2个人，秋天我也想环岛。我睡觉的时候没看到。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老人做代志，行是一个人活，咱双手摸是一条生命。叫恁做三陪一天，这句话一定爱记。谁啊？AM 8点到10点，请收看台视《4月望雨》。宇宙冒险。古道探秘，如果有什么地方冒昧到你们的，庙宇传奇，我奇怪那上面发生什么代志？刑案解密，最神秘未知的现象，新闻大解密带您一一解开。你没有亲过嘴，对不对？我就好像是吃了一颗草莓。整个都好甜，好甜。我看吼，这个人做主哦，跳顶起，那介绍是变那几啊倍。你要当当兵，连雅婷可以帮你；要谈恋爱，连雅婷可以帮你。你只要有他就好啦，根本就不需要我啊。每周六晚间10点，请锁定台视《花甲男孩转大人》。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每周日晚间10点，跟鲨鱼接吻。感谢大成保金冠名播出。一起唱，奖金一起抢。直
动零时差，周周准备40万奖金送给你，快下载17M，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一起唱。有人看这个。没有，我喜欢问你哦，咱母啊外口是不是有到底？到底在干嘛？谁的阿嬷？等一下，你可以带我去车站吗？花卉最常在这个婚纱店发文，我猜这应该是他上班的地点。不爱定来唱几所在，为这一顶藏宝图。每周六晚间10点，花甲男孩转大人。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我应该没有找错地方才对吧？啊，你就是今天要来的新人啊！我是阿巴。这就是要研发的新药。阿兹海默症有一大堆资料分析，但却没有办法找到解答。阿巴，我时常觉得，制药也许要的是一个结果，但制药的人有时却能在过程中找到更珍贵的东西。你找到了吗？喜欢的话就应该告白啊！所以你遇到喜欢的男生都会主动表白。如果对方很迟钝的话，迟钝？好浪漫哦，他们两个人，秋天我也想环岛。我睡在的时候，没办法。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人做代志，旁是一个梦碗，咱相唱无是一条生命。只要你做三步一天，这句话一定爱记。谁啊？AM 8点到10点，请收看台视《4月望雨》。宇宙冒险。古道探秘，如果有什么地方冒昧到你们的，庙宇传奇，我奇怪，哪会发生什么代志？刑案解密，最神秘未知的现象，新闻大解密带您一一解开。你没有亲过嘴，对不对？我就好像是吃了一颗草莓。整个都好甜，好甜。我看吼，这个做主听登记，那介绍是编了几啊倍。你要当当机，李亚婷可以帮你；你要谈恋爱，李亚婷可以帮你。你只要他就好啦，根本就不需要我啊。每周六晚间10点，请锁定台视《花甲男孩转大人》。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每周日晚间10点，跟鲨鱼接吻。感谢大成保金冠名播出。一起唱，奖金一起抢！直播互动零时差，周周准备40万奖金送给你，快下载17M，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一起唱。有人看这个。没有，我喜欢问你哦，咱母啊外口是不是有到底？到底在干嘛？谁的阿嬷？等一下，你可以带我去车站吗？花卉最常在这个婚纱店发文，我猜这应该是他上班的地点。不爱定来唱几所在，为这一顶藏宝图。每周六晚间10点，花甲男孩转大人。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好久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尾要来看到海底世界，当讲是五花杂色。一般咱看到的航海鱼，大部分拢是肤色黑色，若巴肚是白色。不过最近伫咧外国一个海底摄影师分享伊伫海底翕到的相片，这是咧澳洲海底翕到，可能是规世界敢若这一只粉红色的龟无项。互一寡网友拢学了讲大开眼界。
针对着这点影书会当翕到这款的画面，嘛感觉足新鲜。新闻上尾，带大家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中，祝大家平安健康。